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天气热甲冻袂调，一寡人爱来耍水，就一对翁仔某来到台东的活水湖耍水，甲厝内饲的黄金猎犬牵出来。根据规定，宝贝动物是袂当落水。救生员看到甲因动，颠倒互因大细声，互人讲实在真拗叫。到热心的民众看袂做的，公亲变事主。详细情形，连线记者翁泽英来带咱了解。泽英。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马路上有一名女子，手上是拿着好几件的救生衣，那火气是不小，不断的大声叫嚣，甚至她是出手推挤另一名蓝色衣服的男子，还可以看到有另一名戴着墨镜的男子，情绪也相当激动，似乎是这位女子的先生，那他也是不断的大声叫骂，那旁边还有一只狗是跟在主人的旁边绕来绕去的，似乎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下来看一段稍早情形。你这下来来，讲道理嘛。他们去看他怎么样来。他跟讨论事情，什么事情？要叫他上台，什么单挑什么？这样对啊，不讲规定呢？不按规定呢？我来。根据了解原来是炎炎夏日，不少民众选择到台东市郊的这个活水湖来玩水。那这对夫妻也不例外那只是他们就带了家中的黄金猎犬，要一起下水游玩，遭到救生员制止。那更跟好心来规劝的路人就发生了推挤，甚至是不断的来飙骂。现场民众都看不下去了。这个活水湖是台东铁人三项的圣地，那其实就是怕宠物会影响玩水的民众的安全，才会禁止下水。这对夫妻不断是违反规定，甚至还大声叫嚣，让台东民众都认为这对外地夫妻实在是太过分了。以上内容掌握资讯。好，多谢泽英。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新北市永和这间健身室，互民众闹气，讲因兜80岁阿嬷来到健身室运动，用走标机的时，徛袂知跋倒。讲这间健身室责任背甲真清楚，含保险嘛无。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张培珠来带咱了解。培珠。好，诸位各位观众，从画面可以看到，老妇人刚使用完跑步机，正要从跑步机走下来，前方还有教练陪伴，但下一秒，老妇人没有站稳，突然跌倒，正脸朝地。一旁健身教练也吓了一跳。这是发生在新北市永和区的一间健身房，家属事后指控，明明买的是1对1的教练课，教练却没有顾好老妇人的安危，出事后也撇清责任，连健身房的保险都不理赔，认为老妇人自摔是个人问题。虽然从画面上看，当时跑步机疑似已经停下来，但有没有完全停妥，恐怕成了关键问题。有可能因为跑步机还没有完全静止下来，才导致老妇人站都站不稳，而这一摔也造成老妇人肩膀骨折、手臂大面积的淤青。后续的理赔问题以及跌倒的主因为何，还有进一步的理清。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现场时间召唤棚内。同款嘛是需要进一步来了解，牵涉到走私分的案件，即卖已经是第9天。台北地检署昨分做2路来侦办，根据特勤中心提供的名单，用证人身份调公安局20个人来问话。嘛头一届调已经关起来，侍卫官张兴家要来抓幕后的总经理。华航前资深副总经理罗雅美，也有前空品处副总邱忠信，另外还有董事长贾世谦3个人已经列作贪污罪他治案的被告。团讲今仔日上紧对互人调去问话，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徐旭杰来带咱了解。旭杰。好，是主播各位观众，那么私烟案呢，其实今天已经是来到了第9天了。那么昨天呢，主要检方呢，他们这个进展就是呢，他们根据国安局特勤中心所提供的名单，并不是像外传的50人团购名单，而是只有20人。他们呢就把这20人呢列为这个证人的身份来进一步讯问那么其实呢，昨天他们要厘清的主要就是说，他们平常呢都是跟谁来进行联系，还有呢就是有没有国安局的高层涉入呢，以及呢这个行之有年的陋习到底是持续了多久，都是检方主要要厘清的这个内容那么另外一派的检方呢，他们其实也是首度了提讯了国安局的少校张恒嘉。据传呢，这个张恒嘉也拿到了他的这个电脑要提供给检方，那么检方呢将要进一步来拆解这个电磁记录以及呢电脑密码，主要呢就是要知道说这个幕后的主使者到底是谁。那么据传呢，其实呢这个张
张恒家的电脑里面竟然有这个 Excel 档案，里面呢都记载了这个他们走私烟的这个人数哦。那么目前呢，就是检方这边呢是了解到的是说呢，其实呢在昨天他们呢因为呢怀疑说这个私烟的数量非常的庞大，因此呢华航的高层其实不可能不知情哦，所以呢就将这个前资深副总罗雅美以及呢这个前空品副总邱章信还有董座谢世谦将这3个人列为被告。那么很有可能呢今天会陆续将他们传来北检来进一步约谈。那么有更多的后续情形呢，我们将会持续为你掌握。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许杰，差不多接收到上新的画面，继续要来关心桃园八德区10外间铁片工厂大失火。来看到现场上新的画面，现场呛乌烟，就会当看到乌烟一直呛起伫半空中。看到人讲，其中一间铁片工厂先倒起来，刷落来烧去到其他的工厂。伊这人头一个时间通知全部人，大家赶紧走出来，赶紧来报警察。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抽水线拍火，该在无人伤亡，损失的金额也有火烧厝原因，当日咧进一步调查。社会事要来关心礼拜日下晡，一帮要驶去树林自强号火车，一个规身躯赤字的查甫人，伊无张无弛走入去车场食食薰，举细机刀下来下去，列车长请伊离开，佮互伊呛堵。上尾警察伫咧上山火车头请伊落车，因为牵涉到违反铁路法、烟害防治法，列车长嘛要告伊恐吓。这个是车长室哎。这不是副室吗？这边是车长室。撞入去自强号火车的车长室，一名查某人，互发现了后，一直在强辩，而且伊的身上佮扎一支刀。你刚刚手上拿的是刀子吗？刀子，我又不杀人。我确认一下。这名查甫人把刀啊拿出来，车长赶紧请伊交出来，想袂到对方不但继续呛声，竟然佮伫车厢内底食薰。不能抽烟啊！没有刑法。刑法如果没有人，安尼是免咯。我要提醒你啊！自火车顶举刀佮食薰，车长考劝无效，只好来通报警方。这件代志发生伫咧28号下晡，花莲开往树林的列车，一名姓简的查某人讲伊家己是咧做唱水味，最后伫咧上山车站奉请落车，接受警方的调查。当时有3位员警，有到现场来做一个处理。觉得我看人家先进去有没有，然后让出来有没有？我想我又这样子很开心，我也跟着要进去抽了。可是我一下一点下去，一下子就被抓了。怎么可能说要拿那个刀去什么？去吓唬说旁边的那些所有的那些乘客没有。这名姓简的查某人认为家己并无做唔到啥物代志，佮一直解说，讲伊在这支刀啊是唱水味专用的，平常时就绑伫咧骹目顶悬。毋过，这一名查甫人炸刀佮呛声，车长决定要提告恐吓。另外，代替嘛要告伊违反铁路法，佮有烟害防治法，袂当互这种危险的行为佮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要带大家看到一寡人为了要看中信兄弟球员彭正敏上尾一场的比赛，咱少年线来买票，短10分钟内票都互人买了了。网络有人摕票出来卖，讲洗一手会当卖到2万块。岛民众发觉讲敢若有黄牛，要引人来到网络烧钱买票，一天会当领300。来看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连我也都售完了。球迷手机啊、电脑拢拍开，不过也是买袂到彭正敏退休赛门票，短10分钟票就全部拢红扫完。看准的人气强滚，个人专工开钱伫网络顶的请临时工斗相共抢票。人民册社团的文章写讲，请人去算电脑店抢票，上班时间2点钟，不管有买到票无，拢会当现领300块。都是一起的，都是抢票的。伫抢票时间走一逝算电脑店，一个入门店员就会询问，行入去内底，镜头翕到规排电脑画面拢停伫咧中信兄弟卖票官方网站，阁有人伫边啊教人要安怎抢票。先模拟一下，等一下应该要怎么抢票，等到你抢到票或者时间到的话，就可以领钱。抢票抢完一定临时工，拢伫柜台等要领钱，算列车有50个人，抢这么多票，要行的是黄牛。若是用一台电脑包2点钟，加上上少的消费80块来算，50台电脑爱开超4000块，车人的工钱15000块，无算门票的成本上少爱2万块。不过看卖啊，网络顶的票价，一张原价1023块的门票已经翻过了倍啊，阁有人开一张2万块的介绍出来。
因为看到恰恰也拿着手套。听政令公布要退休，9月29号是中信兄弟球季的上尾之战。为了看恰恰的告别秀，球迷不管开偌济钱拢甘愿，都惊会互黄牛找到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当然，你有你的关门价，我嘛有我的跳枪法来看到贼仔吊虎离山，监视器规拢看现现。4个查甫囡仔礼拜日透早5点钟，就来到新北市土城这间超商假线要买物件，超工叫店员去提货，其中一个查甫柜仔趁机会来到柜台偷摕14000块的现金，落尾手互警察抓，才知讲因今年拢才16岁尔，拢还未成年。伫个超商内底，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挂喙嗡，鬼鬼祟祟、咪咪气气，哭落来，难免阁探头探脑，斟酌甲看伊手一个村，伫这个柜台的拖啊摕一个牛皮纸袋啊，了后阁随走去啊。这个嫌疑犯的特征真好认，伊的头壳愈顶敢头，事当时一直为这个收钱的机台遐行去。毋过伊敢若亲像拍袂开，烦恼讲去互看到，还阁假作无代志，暂时离开。伊会当遮尔好胆来犯案。原来是这个店员已经互甲伊做伙的3个人超工甲引开啊！伫礼拜透早5点外，这4个查甫人假做这个人客，到这个新北市土城一间超商，其中有3个人甲店员讲，有物件落伫个货架内底，需要倒3工，先甲店员骗离开柜台了后，另外一个查甫人就趁机会来偷摕14000块。听大爷讲的话是，他们说他们的50块掉在地板，掉在货架下面，他直接偷那个百钞的。即马警方已经抓到这4个嫌疑犯，发现讲因拢是未成年，简单16岁，年纪这少年过来做贼实在是真大胆。因上阵讲这个超商大摇班，简单有一个人，若是甲引开了后才来落手，都有机会偷摕到。不过贼青该自败，即马因拢去互人哭去啊！记者综合报道。赶紧要带大家来关心现主时上新的现场消息，要来关心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会知影主持市政会议，伫咧会议内底特别颁奖予巴塞隆纳世界车轮出兵锦标赛，摕到金牌选手。因为昨韩国瑜规工拢无公开行程，嘛无针对到上新的代志有上新的回应，会知影今麦咱带大家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景。借过一下，小心。要不要高一点？麦克风高一点，等一下。你们是那种浅丘的高度噻？是。来，拿水果刀出来，这样子的话不怕被依法送办吗？我们苏贞昌院长说，我拿水果刀要把我依法送办，说我今天特别拿水果刀，特别出来切水果，切给大家吃吃看。拿了水果刀就请苏院长来逮捕我吧。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比喻啊，我们苏贞昌院长啊，实在连基本的幽默感都没有了，讲话都是酸到不得了，所以我今天一大早特别切水果，拿了水果刀来。那这种台教会红中国时报啊，那么又发喜剧看，我身为高雄市市长，这就任6个月来，没有喝醉过一次。第二，我也要求警察局跟消防局这2个单位，所有的同仁们绝对不能喝醉酒，因为要保障高雄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警察、消防，还有高雄市市长本人，1年365天都不可以喝醉。很多外宾也好，应酬也好，我们在现场用酒来敬，是增加气氛。所以某些人说韩国瑜喝醉酒啊、戒酒等等，到底有没有跟我生活在一起？有没有仔细的观察？我是搞不太清楚，而且我也完全不了解讲这个话的想法是什么。我再重申一遍，身为高雄市市长，在这个职务上，不可能喝醉一次都不可能醉。万一发生重大事件怎么办？所以这一点我会自己要求。那你说有的时候喝酒唱歌，外宾来，都是希望制造一个欢乐的气氛，让很多人喜欢高雄。那朋友跟朋友之间的互动，都是希望能够增长这和乐的气氛，绝对不会醉酒的。好，市长台教会抹红中国时报，您怎么看？台教会抹红中国时报。台教会如果自己想看什么媒体，自己就去看。台教会有什么资格说不要订这个媒体，订那个媒体？台教会凭什么要求政府部门不要订？凭什么？谁给他这个权利嘛？台教会是谁呀？你怎么可以影响这样子呢？
如果用这个标准，韩国瑜这抹黑，这半年来我被黑成什么样子了？我有讲过吗？台教会为什么不想一想韩国瑜的处境呢？每1秒钟黑韩一次的媒体，台教会为什么不站出来仗义直言呢？台教会是大小眼吗？台教会凭什么决定读者知的权利呢？凭什么要求政府机关退什么媒体？凭什么？就讲这3个字，凭什么？台教会凭什么嘛？所以这个太多，在社会上太多奇怪的组织，自己以为拿了正义之剑，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你看看韩国瑜的处境，你为什么不出来讲话呢？台教会帮韩国瑜讲话嘛？每1秒钟、每1分钟都在抹韩国瑜，都在抹黑高雄市。台教会到哪去了？不见了，太无聊了。好，市长，那你怎么解读那个媒体的民调呢？还没有收到公文，一次一个。那个打算对身体的人比较好，所以是这样。谢谢了啊，我们应酬，我在刚才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有的时候是主随客便，有的时候客随主便。不管怎么样，来高雄市的朋友也好，观光客也好，拜访也好，如果有应酬，都是希望双方非常的愉快。高雄市长本人绝对不会喝醉酒的。啊，你这里是大蒜加高粱、啤酒、红酒等等，都是希望快乐。有时候唱唱歌，有的时候原住民的舞蹈，这都是一种快乐。不要把它想到好像去酗酒，是绝无可能，好吧？市长，美丽岛电子报说你的不信任度一次一个。美丽岛电子报说你的不信任度高达59%，这个部分您怎么解读？那个民调尊重，我选高雄市长开票之前，有些民调机构都已经把我的民调打得趴在地上，100%必败。结果开票之后呢，太多民调，我只能说尊重。那真实的情况是在人民的内心，所以我还是一样尊重他。好。719的烟台补助相较于823的烟水补助好像很慢很多哈，719的烟水补助相较于去年的烟水补助一次一个，不要急。719的烟水补助民调2.4%，赢小英2.4%，也是尊重。我当然就是尊重啊，好不好？719的烟水补助相较于去年，明天我们议会会针对这个气爆会开一个记者招待会，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场，如果发现气爆善款的流向不明，甚至有违法之嫌的话，我们市政府一定会把它移送检调单位侦办，会查个水落石出。好，我们还没有收到719烟水补助的公文，对，其他没有了啊。好，就这样子。你怎么看？好，咱拄则听到就是韩国瑜上新的回应，继续要来关心，这是网络主持人馆长陈志翰接受另外一个网络主持人尤调林挑战比功夫，佮挑工要让伊过70秒，才互伊拍倒伫咧涂骹叫唔敢。网络这段影片嘛，引起到大家伫咧回，其中同市议员江川，伊就进前甲馆长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即嘛佫讲警察啦无去处理，根本就是伫咧违意。南口分局听到消息了后，赶紧出来赔话，讲这是正常的比赛，算无违法。比赛开始，尤调林的拳头正伫馆长的身躯顶，就亲像互网啊定同款，拢无啥感觉。馆长让对方70几秒，煞落换伊出手。骹位边甲踢落，就甲对方扫倒伫咧涂骹，拢唔免用什么困难。网络因此尤调林向馆长挑战，结果根本就唔是人的对手，互人拍假叫唔敢。以后还敢不敢？以后还敢不敢？就是这段影片，唔但引起网友讨论，嘛，互警方执法的问题受到质疑。桃园市议员詹江春伫人面前破文讲，侦查队已经接到通报，因是伫网络约好要比赛的，赶到现场无甲因阻挡，干那伫咧边仔收集证据看因比赛，干那靠分局骂甲无力。到场主要是来确保双方的安全及其他民众的安全，这是一个经济一个交流，并没有违法之余。那南口分局法院案馆长嘛跳出来讲，詹江春实在伤咸啊，因为一场比赛惹风波，船长甲馆长的恩怨恐惊爱搁加一条啊。记者综合报道。
2009年起，政府策动投资移民的梅花卡，想要鼓励外国专业的人才来到台湾做台湾人。10年过去了后，敢若申请19件通过，其中2014年、2015年拢无人申请。台湾投资移民的条件比附近国家像新加坡、日本、韩国搁较低，是安怎会无人要来申请？有人认为讲是台湾投资环境无吸引人，嘛看到台湾的人才慢慢走出去，区域竞争力无够的问题。为着加强延揽外国的专业人才，留伫台湾服务，政府从2009年开始推出这个投资移民梅花卡，只要是外籍人士符合条件，就会当申请，而且通得到永久的这个居留权。不过这10年来，简单有19件申请通过，甚至2014年、2015年，今年到早4月为止，竟然无人来申请。台湾整体的投资环境还是欠佳了，政治的不稳定，很多的政策在政党轮替之后都没有办法延续。目前投资移民摕到这个梅花卡有3种方式来台湾投资营业，超过1500万，而且都要这个创造5个以上本国的劳工就业机会满3年。另外，投资中央政府的公债，甲其他金融商品超过3000万，嘛需要满3年的时间。若先投资20万的美金来摕到这个居留权，5年后符合这个相关的条件，买当来申请永久的居留。投资的状况其实并不是很透明，很多的投资会因为政治的考量而受到不明的这些干扰。那第3的话就是整体的法规对于外资还是相对的不友善。国发会伫去年来策动新经济移民法草案，打算要来放松投资移民的相关规定。不过，若是有牵涉到这个金流控管的问题，发布会超测的是无共识。不过，台湾比新加坡、日本、南韩这国家因投资移民的条件较低，梅花卡伊这个催杀的效果无好。安尼嘛，凸显咱台湾投资的环境，伫咧国际舞台，伊的竞争力是无够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甲头家新闻有关系，来看到中营空服人员罢工17天了后已经散场，即马罢工已过期修法，搁一届引起讨论。劳动部昨下晡就招民航局旅行社各大航空公司工会学者做伙来讨论检讨。立法委员认为讲上少应该有7天的罢工已过期，也毋过旅游工会认为讲上少要有30天，安尼才反映会利。今年2月华航机师罢工，也搁有7月刚结束的定营空服员罢工，短无到半年，航空业2大罢工事件，不但互空中的交通大乱，旅客、旅行社甲观光局更加是受到影响。是毋是应该爱定航空业的罢工已过期？一直是全民关心的议题。劳动部邀请劳资政客来进行讨论。罢工1天，我们至少是整个产业会损失1亿，不管是5天、10天，那只要有这段时间。29号下晡，劳动部举行民用航空运输业争议行为议题座谈会，针对航空业的罢工已过期来进行讨论。伫咧开会进前，就立委提出希望罢工的已过期上少会当有7天，但是嘛有旅行社认为7天内机票拢已经开啊，会袂覆盖，已过期上少爱15天。旅行的同业工会更加认为，旅游客约书拢是按30天开始算，罢工的已过期上少爱30天才有够。只是劳方甲工会强调，无应该有罢工的已过期，就惊会影响劳工的权益。航空公司也有积极的责任，要跟旅客预告呢这个罢工的风险。航空业是毋是应该有罢工的已过期？劳资双方有无同的意见？劳动部按各方的意见答应会来检讨。就算真正要来制定罢工已过期，还阁需要研究是要用民用的航空法，也是劳资争议处理法来修法。要真正来通过，恐惊也阁真有通等。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现场要带大家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下早参加原住民日观光宣传活动。外口的团讲有可能和立法委员黄国昌进一步合作，也有其他的政治议题，做伙来听详细的回应。市长，这个绿党王浩宇说黄国昌可能跟你合作，你去选总统之后，黄国昌就来卡台北市长的位置。我不晓得啊，这个我老实讲，
我很久没有看过黄国昌了，不晓得，我们都没遇到过他。那你觉得黄国昌有对你比较好吗？没有什么，其实老实讲哦，时代力量的支持者大概70%的还是支持我的，在过去的，我说那基本是这样。本来我们跟时代力量，因为时代力量大部分还是年轻人支持的政党嘛，所以本来那个支持者就 overlap 很厉害。那你会跟黄国昌合作吗？然后看他合作什么，我不晓得。如果他来选台北市长呢？我都还没走，你们就人家哇，这阿哥的嘴，你们都已经在想了，哇是。那如果他跟林长佐，黄国昌跟林长佐，你觉得谁比较适合台北市长？林长佐应该还是这一次会选，还是万华区立委还是会继续选的。没有这种，我等下讲哦，代志发生在烦恼，你知道，都没想买，你跟留下。市长，可是有些事情好像没办法拖太久。包含说，如果你登记的话，副手人选的条件是不是应该要先设定出来？但是那个条件是我要先决定我要选，再来决定副手啊。那会不会太晚了？不会的。那你觉得理想的副手条件是什么？没有啦，我跟你讲，那有什么这个，讲来讲我以为还没开始想呢。有需要女性吗？不用刻意吧。下一题啊？是不是在等郭台铭？然后因为上次你有讲，你有出题目给他，那个题目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不用吧？因为有人猜测说你是问了郭董，说是要怎么样才可以赢，是这样的问题。不是啊，每一个要选的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又不是只有我才会问的嘛。那你问郭董问了什么问题？没有啦，这个私底下的问题你们就不用紧张了。那他回应了吗？他他也要想一下。所以他回你了吗？他已经交题目了吗？还没。因为对方说他们还没跟你们正式的联系上，现在是在等他回国嘛。那你人都不在吗？人都不在要怎么谈？那他选会比你出来选有胜算吗？这个是这样的哦，这个。我也不晓得，所以但是很难回答的题目。因为如果他选，听起来是你会降低你的参选意愿，会改为结盟的合作模式。哎呦，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天没有其他题目可以问吗？市长问一下，那个有人劝韩国瑜借转怎么看？我啦，这是在吧，适度就好了。这个也不是说戒酒的定义什么，那个。平常酒我们还是有在喝啊，不要喝太多就好了。那大蒜加高粱真的可以有什么功效吗？我不晓得，我是西医，不是中医，你不要问我那个中医的题目。你周末才去云林，你周末才去云林，然后总统好像就去云林，会觉得有点刻意针对你吗？才较劲的意味。没啦，还是那一句啊，台湾小小的，你知道哈，这常常走来走去，总是会重复嘛，这没办法。市警局对像那个钟小平现在被退保。然后他说他有跟你谈过了，他现在极力要促成的是多科配。他就在那里，等一下你们再访问他。他刚有讲了。他说跟你谈过了，然后可能会变成就是实习的立委中其中一个，是吗？再讲嘛，这个等一下看他怎么回答，他也在那里，你们问他好了。他刚刚自己讲的。啊，我讲哦，这个代志哦，时搞时等，你知道，等事情发生了再烦恼啊。来，下一题了。事情总对，如果原转教室开单，这样是用开单来剥夺原住民的言论自由吗？不是啊，我们还是个法治的社会嘛，所以一切就按依法行政。我不想，警察局不会无缘无故跟人家开单嘛，一定是有什么违反什么规则才会。市长的麦克风拿太高。哦，好了。市长，那个外面今天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身障团体现在在外面请愿，希望可以合法进入社区，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样的哦，台北市啊，不止台湾，这是我们台湾要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你知道哦。对于这些什么身障啦，就是说的同胞，你知道，我们还是要给他，还是要同理心的。所以我都觉得这样，不可以那种说什么把他污名化，那不给他进驻。我觉得这个不会符合我们一般不会符合我们现行社会的要求。我想，所以老实讲，他们对于那些那个叫做身障的这种市民朋友，他只是在
表达说他们有该有的权利，就这样。我作为市长，我是支持的。但是上一次连开仔的，好像自己会让所以要把那个血氧者的之家延后进驻。没有，我觉得这个都不可以这样，这个是这样的哦。文明社会有一定的标准，不可以。我跟你讲哦，我们不可以再把这种污名化，这个不符合作为一个文明城市的标准。台北市长的这种立场是相当清楚。你觉得还是如果是跟市长备位市长人选，你觉得还是高嘉瑜最适合？如果跟黄当然，我觉得我是支持他先选港湖的立委了。这个他应该如果选的话，是下一个应该先选港湖的立委吧。那你备位市长人选，你心里有底吗？没有啊，想了很久还没想出来。好了，没有事的。你觉得缺了什么？好了，今天这个喂食鲨鱼到这里就可以了吧？好，谢谢。好，拄则咱听到就是寡问题，上新的回应意思就是时到时担当。继续要来关心手持的手机铁头米要塞英雄头一届办世界杯的比赛，其中一个美国宾州今年16岁少年家选手过5关斩六将，摕到冠军，拢总赢到300万的美金，差不多是代表9400万的奖金。会当讲是电动铁头米比赛有史以来个人的奖金上界悬的一届，一暗就变好野人。Your Fortnite World Champion！ 现场的观众做伙拍婆啊，彩带嘛位顶会飞落来。16岁少年仔凯尼建尼苏多夫看起来有小可歹势的款，伫电动比赛要塞英雄世界杯摕到冠军，那甲奖杯摸回去，佮摕到美金300万，超代表9400万的奖金。I didn't really have like too much emotion, but afterwards, once I took the walk down the little like railway they had there, I was just I don't know. Felt like overwhelming. 真红的网络电动要塞英雄，头一届办世界杯比赛，经过几6个月预赛，全世界敢有100个选手拍入去决赛，做伙伫纽约比一个关家。为宾州来的16岁少年仔凯尼，伫6场比赛内底，分数赢甲，互别人安怎约都约袂到，尾也唔拿摕到冠军，佮得到电动比赛史上上济个人奖金。Average like 8 hours a day or something. Like 14 hours just playing all the time. 全世界有咧算要塞英雄的人有2.5亿，这回世界杯比赛有4000万人登记参加。专家讲，电动比赛伫过去1年内经济产值来到美金900亿，未来3年内有希望会当翻2倍到3倍，市场真大。靠算电动变做好野人的凯尼讲，伊的奖金会摕去寄银行，未来则豆豆开，那互大家拢足欣赏的。记者综合报道。搁无到1年时间，2020年东京奥运伫要上场，到时阵热天办奥运，要安怎避免选手掉沙，就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前几届热天办奥运的纪录上大，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平均测温度27.7度，若平均的湿度是75.5%。去年东京气象超过过去的纪录，比北京更加奥翕热。即马奥运主场馆做各种喷射水雾，也有电风的设备，会场4个位啊嘛穿好准备要对抗热天大作战。体に応えるこの暑さ、外国人の皆さんはどう感じ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weather in Japan? Weather so hot and wet. It's very warm and humid. Estonia is very it's warm but it's dry, so it's a bit uncomfortable without the fan. 东京各地观光景点，拢常常会当看到游客伊家己随身带这个细机的电风仔镜，会使讲是假使家己穿便便。When did you buy this? I buy this at home because we read online that it was very tropical warm, so we came prepared. 日本的热天奥翕过热，互真侪外国的游客实在记载袂牢。根据日本气象协会的调查，住伫日本的外国民众有超过7%的人拢捌掉沙。日本的热天，这个湿度真悬，是引起掉沙的原因。这个天气安尼拗翕搁黏天天，甚至比这个热带国家更加歹过。安尼难免互人烦恼，讲伫个2020年东京奥运的时，有对这个全球来的选手甲观众，因是要安怎来消热咧？オリンピックまで1年のこのタイミングで関心が高まっているのが暑さ対策です。东京这场博览会有各种上新的消热的商品，拢达到做伙。こちらはどんな商品なんですか？首を冷やすファンになってます。失礼します。お、す
涼しい。でご自身でちょうどいい角度をですね変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ので、はい。スポーツ観戦などで片手にドリンク、片手にスマホとハンズフリーで両手を焼く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かなり多様性があると思います。还有业者研发这款随互你冷的喷雾，对分数甲雾一个，互你感觉心凉鼻透开。あ、冷たい冷たい冷たい。お、真っ青になりました。シャキッとしてたね。オークションの中でもこういった便利なグッズを使っていただいて、しっかり応援していただけたら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伫咧热天奥运的马拉松比赛，选手爱伫咧赤炎炎日头下咧走烧热，含这个边仔伫斗火加油的观众，遮悬的温度嘛拢有可能会着沙。千叶县这间气象的预报公司，伊个要提供選手这个氣象資訊，即擺要過來計劃推出全新的服務。来年の東京に向けて、昨年からこういった形でマラソンの。为着要对应2020年东京奥运的热天遮悬的温度，业者甲大学来合作，打造一款特别的温度地图。地图甲规座城市每5公尺见方，甲分做一个格啊，再来估算这个每一个格啊有可能的温度甲湿度。若是漆黄色的，代表气温超过30度；啊，若是青色的，就是伫30度以下。青色的有较凉一丝啊。要互这个看马拉松的民众，这个看过知影讲家己爱徛伫倒甲会较凉。例えばこの通りで観戦をする際に、左側は暑くなりそうだけど、右側は暑くなりにくい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っていれば、熱中症になりにくいと。こちらで観戦をすることをお勧め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業者顺这个马拉松咧走的路线，沿途甲每一项物件拢甲翕落来，花真侪苦工来收集这个资讯，包含这个规路的建筑物的宽度，啊，佮敢是有路边的树啊，要都爱去注意到每一间厝因排出来这个空调热气，甲这些资料拢做伙甲汇入来计算，安尼就会当得到每一个地点的气温的关系。どこで観戦すると温度が上がりにくかったりといった情報を観客の皆さんにもお伝えすることで。ご自身で熱中症になりにくい観戦場所を選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な情報として提供できればと思っています。業者所落来要计划讲要进一步甲提悬这个气温预报的精密度，有计要伫奥运开幕的时阵正式来甲用。另外，考虑到这个奥运的主管场新国立竞技场，甲开幕比赛时，对四方八面溢入来观众，遮侪人，嘛有可能互边仔的人加一份这个着沙的风险。都市计划专家搁伫个社区的4块链顶来推广这款飘将大纸，顶悬写讲纳凉地点，要来互民众过路的时阵，会当入去内底小纳凉一下。今ある冷えてる空間を開こうと。そういう簡単な発想でございます。ステッカーがあればここ使え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堂々とですねここを使っていただいていいと。专家甲这个日本的公家机关甲商业机构推广这款共享凉爽的概念，呼吁这个店家甲公共设施会当大家烧饭烧天，开放有冷气也是较凉爽的空间，来成做2020年东京奥运消热大作战的一个重要的所在。专家嘛有特别去张持着离这个竞技场较远的2个车头，有伫个因的边啊，大力来推测这个店家参加纳凉的起点活动。因个带学生做伙来造访这间家具行，要来邀请业者做伙来加入纳凉据点的活动。店头家嘛随甲讲好，愿意提供通风较好的露台空间，通互来看奥运的民众小休凉一下。そこにこういう相撲を置きますので、そこでお座りになるっていうこともね。目前，伫东京地区，差不多有1000大的所在已经有来登录参加这个纳凉的据点。民众只要透过电脑也是手機啊，就会当真輕鬆去查到。今の熱中症の予防対策というのは点なんですよね。そこだけ涼しくても他が暑ければ途中で問題が起きる。2020年东京奥运倒爬绳的时间还阁无到1年，日本的官方甲民间总动员来展开消热的大作战，要互这摆的奥运心热身体袂热，通互大家会当真乐衷来观赏每一场的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真是热到要死，互人热到挡袂牢，因为挡袂牢关阮金门启公湖的鱼仔占冰岛。你这么努力，却在别的地方开发你的新计划，我只能配合你。我只是想结婚，我错了吗？只要你需要我，我永远都在。
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限时内2人需同时站立在浮板上。怎么这一组，我所有眼睛都盯着你。对，好，起开，注意啊！赵哥，你想干嘛？做一个重击，我右边一点。可以。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班老师有新恋情，天爱姐，你觉得到底是谁啊？只要你回头。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日要来给大家小解这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烂，烂代表讲喙内底水，咱讲喙烂喙烂。另外一个音读做蓝，像讲大家真熟悉定南宫，这里蓝字就是代表海影或者是大海影的意思。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拄则讲到喙烂，也就是喙口腔内底水。第二个词收烂，就是大体4个月大红个仔，阿妈滚白饼，互囡仔食，希望囡仔较袂流喙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比如讲，因替囡仔收烂，希望囡仔较袂流喙烂，佮希望囡仔好摇翅较紧大。今仔日小解这一字烂，另外一个音是蓝，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关心，最近温度有够悬，金门基公湖的鱼仔热冻袂牢，超过2万尾鱼仔拢热死。有一款开始浮出来水面，有的是死规堆，这个场面，互人看了到地足紧张。可能因为天气较热，因为水内底酸素无够，才会发生这款的情形。环保局已经派人来清。湖内底一堆鱼仔变白多，尤其是角的所在，真正是有够多，唔那画面真恐怖，味嘛足激的。会不会很臭啊？会啊，很臭啊，臭死了哦！大概多远就闻得到？啊，多远哦？没有，我骑过来的话就可以闻得到了啊。金城镇边仔的基公湖，一堆鱼仔做伙死去，估计有超过2万尾，就惊到观光客。金门永和工程所接到民众通报了后，就随派人去拼。因为我们整个湖区大概有将近2公顷左右哈，那大概应该有1-2万只跑不掉。那我们也已经要求我们的员工加派人力，针对整个湖区的一个卫生的部分包含一些遗址的一个打捞的部分能够在用最快的速度来处理。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天气伤热，基公湖要水车把空气拍落水内底，造成水的酸素无够，包括乌鱼、乌鸡仔、甲鲈鱼，这鱼仔全部拢变白多。环保局的人过去做检测，水温有35度半。没有打气的东西，就是水没有办法交流，没有就上下层没有交换，然后变成上面产生一个同温层，然后上面变成氧气比较多，下面就缺氧，然后缺氧的时候鱼就会死掉。这个东西如果说天气突然很炎热的天气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死去的鱼仔刷落，阁会浮出来，用工作的人敢若会当继续甲扶起来，送去指定的所在台，另外阁做消毒的处理，避免臭味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来关心嘉义鹿草乡有一只马，雄雄无细哩跋落去产业道路边仔的水沟啊！主人第一时间赶紧报警察来斗相共。咱看到现场上新的画面，规只马瘫痪掉入咧水沟内底，拢袂顶袂动，脚抑个有手，真侪所在拢愈破皮。主人伫咧片仔破了到地，实在真毋甘，伫咧水沟啊4块位啊，先铺面罩皮，避免这只马搁再去切着伤。救护人员头一个时间赶紧出动。吊车把这只马豆啊吊起来，刷来搁再用锁啊，把这只马绑好在，才袂互伊搁再受伤。该在主人甲伊安搭，这只马的情绪算是真平静，也搁会当家己行，无啥要紧。休困一下，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新竹尖石乡马里公部落的故事。这群老母应用和过去无同的财政法来种土啊。你这么努力。你却在别的地方开发你的新计划，我只能配合你。我只是想结婚，我错了吗？只要你需要我永远都在。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
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限时内2人需同时站立在浮板上。怎么这一组，所有眼睛都盯着你？对，好，一起开始。开车啦！赵哥，你想干嘛？做一个重心往右边一点。可以。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八老师有新恋情，天爱姐，你觉得到底是谁啊？只要你回头，我都在。他就像另一道月光，照亮了我的生命。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今日手路菜要带大家看无同的手路功夫，这是新竹尖石乡马里公部落的故事。这阵正5月头的老母，过去拢是采用一般的财政法，一直到部落里牧师牧年，为了大家健康，发起一个友善、卖破坏土地财政法，也就是无怎拢要。果子园开始有各种的汤炭，生态足丰富。虽然产量变较少，但不过大家拢讲吃果子吃了更较安心。日头光照伫咧山尾溜，真有生命的活力。远远就会当听到山内台雅族的查某人因迷人的歌声。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先讲什么时候，有时候先唱一首歌哈，会让大家的那个心情就是比较愉悦一点，之后要接下来谈的事情就会比较顺一点。惯是用歌声来交流，因是尖石乡马里公部落的妈妈，内底年岁上大是78岁的雅素阿嬷，大家定定像安尼做伙，唔是干那卫生尔，其实嘛是有正经代志要讲。不是单说为我们自己，更重要的也是为了消费者啊。哦，对啊，我们吃的健康的也是消费者健康，最就是要从我们这边开始。每一个妈妈拢是种水蜜桃的农民，嘛互相拢是别人的応援团，鼓励坚持友善种植的初心。因为7、8年前，这个所在果子园其实拢是袂当互囡仔入去的。以前他们在用惯行的时候啊，他们都基本上不让小孩子进到果园。对啊，因为会有那个残留啊，怕孩子碰到会不好啊。迄当阵果子园就是毒园，一直到牧师牧年徛出来。伊鼓励一定有同款的志向的妈妈，组一个妇女工作小组，放弃过去种植的方式，佮找专家来部落家分享友善种植的方法。即马果子园唔但无佮喷农药，佮是遮的妈妈的生态农园。你们现在很厉害，在山里面都要自己做赖贴图哦。你们上次的作业交了没啊？这是教育部设的数位机会中心，遮的妈妈为着推销水蜜桃。伫咧7、8年前，决定过来读册，学电脑数位，包括网络行销甲设计包装。让他们开机那些，可能刚开始他们会怕电脑，拿滑鼠也不太会拿。但是我们的课程就是一次让他们这样慢慢进步这样子。为袂晓电脑开机，到即马会当伫通讯软体顶的设计大图，每一笔画出来的图，拢是因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水蜜桃。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喜怒哀乐的啊。以前时其实有很好的水蜜桃跟五月桃，但是都被拉拉山那边的名声被取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品牌，让人家知道就是五月桃，那就他就是从马里关来的。部落内底水蜜桃妈妈，互人看到因的坚持，唔但为部落的经济打造新的商机，为因决心要守护土地环境开始，一路行过来，就亲像一场无声的改革运动。记者综合报道。你这么努力，你却在别的地方开发你的新计划，我只能配合。我只是想结婚，我错了吗？只要你需要我永远都在。每周5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限时内2人需同时站立在浮板上。怎么这一组，所有眼睛都盯着你？对，好，一起开始。开车啦！赵哥，你想干嘛？做一个重心往右边。
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巴老师有新恋情？天爱姐，你觉得到底是谁啊？只要你回头，我都在。他就像另一道月光，照亮了我的生命。天爱，你跟阿国的工作可以交换了。好。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你没去上班，你跑去哪里啊？我辞职了。你知道我刚入行跑什么新闻吗？我看过的场面，你可能这一辈子都看不到哦。我已经够客气了，跟我说你不是你哥。英国 No.1 的学校啊，真的是光宗耀祖啊！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文哥。从小到大，你就是我们堂兄弟姐妹里面念书念最好的那一个。对，然后呢？我都已经答应给你1000万的价码，吃完饭之后，我白先生有什么另外的要求，我希望不要拒绝。各位月村村民们，大家好，我是吴念轩。月村欢迎你要举办见面会喽！8月4日星期天在台中与你们相见，一定要来哟！是村民就来报道，我们不见不散，拜拜。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我不应该来的，人生好难啊！我都已经说了，等我休假回台北，我们就登记结婚。你还要我怎么办？我就是不要当那种什么事都不知道，所有人是受你摆布的白痴。谁摆布你啊？我累了，真的累。每周5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宝金冠名赞助播出。你这么努力，你却在别的地方开发你的新计划。我只能配合，我只是想结婚，我错了吗？只要你需要我，我永远都在。每周5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宝金冠名赞助播出。限时内2人需同时站立在浮板上。怎么这一组？所有眼睛都盯着你。对，一起看哦。注意哦。赵哥，你想干嘛？这个重心往右边一点。可以。
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班老师有新恋情，天爱姐，你觉得到底是谁啊？只要你回头，我都在。它就像另一道月光，照亮了我的生命。天爱，你跟阿国的工作可以交换了。好，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新闻上尾，带大家欣赏美国职业大联盟芝加哥小金队的攻手克里斯布莱恩，最近参加一场宣传活动，甲野球讲入去芝加哥河。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这么努力，却在别的地方开发你的心计